感谢上帝伫礼拜日清早，虽然外口天气炎热，不过互咱有一个好的环境来敬拜主，咱就安尼来感谢咱的上帝。因为主是咱的气力，是咱的帮赞。咱的心倚靠伊，咱就要得到气力，咱的心就要大欢喜。所以咱清早来到这所在，咱来敬拜伊，咱来学乐伊。所以咱伫暗暝咱开始，咱早起的敬拜之前，咱先为着咱互上帝来竞选，诚做伊的百姓，互咱会当今仔日早起会当组织这所在来敬拜主，咱来献上感谢。伫过去的年日，伊安怎引带咱，无论顺境逆境，伊拢诚做咱的气力，咱的帮赞。咱因为安尼来感谢伊，所以这个时阵咱开喙，咱为着早起，咱会当来到这所在敬拜伊。为着过去伊安怎引带咱，诚做咱的气力，诚做咱的帮赞，咱都来感谢，咱开声来感谢。哦主啊，你是阮的气力，是阮的帮赞，是阮通倚靠的主，我要感谢你。哦主啊，阮伫你的面前，单单要来仰望你，特别是早起敬拜时阵，我要到你的面前，用阮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感谢上帝，你这时阵将你的灵运伫阮中间，帮助阮，互阮会当有一个较无你的心。哦主啊，你是阮的气力。阮的帮赞，互阮会当伫你的这个面前，会当得到你的竞选是何等欢喜的代志。因为安尼，阮就要来敬拜你；因为安尼，阮就要来学乐你；因为安尼，阮就要荣耀上帝你的名。阮清早住伫这所在，就是要来调见你的面，都是要来敬拜你。哦主啊，伫阮软弱的时阵，你是阮的气力；伫阮孤单的时阵，你陪伴阮；伫阮无助的时阵，你诚做阮的帮赞。当阮伫迷失的时阵，你是诚做阮的光的灯塔，引带阮头前的路。所以，阮这时阵，我要用阮的心灵诚实，伫你面前来敬拜你。感谢上帝，你将你的灵赐予阮，运行伫阮中间。阮的早起的敬拜，诚做一个荣耀的敬拜。阮早起的敬拜，诚做一个会当看见上帝你死要过，光照阮，互阮的生命得反转的敬拜。阮将早起的敬拜恭敬拜在主的圣手，感谢上帝甲阮支持。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来研究诗歌，任何的环境咱拢毋免惊吓，无论是顺境逆境，咱拢来学乐伊。咱研究诗歌。任何的环境拢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毋免戆惊，也毋免惊吓。上帝保护，任何环境拢毋免惊吓。任何的环境拢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毋免戆惊，也毋免惊吓。我一边讲，任何环境拢毋免惊吓。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任何的环境拢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毋免戆惊，也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无助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照伴。软弱的时阵，虽然有亚线软弱的时阵，
天有也是暖就无助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看到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保护你。是咱的力量，是咱通倚靠的主。那时阵，这时阵，咱也请各位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咱可能有一个的罪捆绑伫咱，因为这款的捆绑，这款的罪，互咱可能拄着一个无同款的境遇。这款的境遇有当时也是咱生命无完全所造成的。所以咱开始为着咱家己的罪认罪来祈祷，咱为着这片土地的罪来祈祷。愿上帝用伊的宝血来洗清咱的罪，也洗清这个土地、这个百姓的罪。咱开声来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哦，主啊，阮伫你的面前，我要为着阮家己所知影也是毋知影罪来献上祈祷。愿上帝你洁净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阮有一个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哦，主啊，阮特别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主啊，阮知影有一个百姓，伊受到偶像受到这个罪恶来捆绑，互这个土地充满了一无公义的，互上帝你无欢喜的代志。愿上帝你这时阵怜悯阮这块土地。哦，主啊，互阮搁较济的基督徒愿意为着上帝你的缘故来传福音，互这片土地成做上帝所喜爱徛起的所在。哦，主啊，阮特别将阮这台湾这岛屿仰望主你的圣手，愿上帝你保守，愿上帝你医治，愿上帝你洁净。哎，主啊，是的主，我搁一遍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摆伫主你的面前，愿上帝你用你圣洁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污秽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咱头一项，咱为着咱这个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咱世界混乱战争来祈祷。咱特别知影，这个时阵，咱全世界的气候受到一无好的影响，一所在有做大水，一所在有旱灾，所以咱为着国家、为着社会、为着世界局势来祈祷，特别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我每一间教会拢要成做一个传福音、传平安的福音、传救赎的福音来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成做一个会当互失丧的灵魂得到换命、得到拯救的教会。所以咱开声为着台湾，为着咱的社会，也为着台湾的正教会会当被复兴、被唤起，咱开声来祈祷。哦，是啦，主，阮搁一遍将阮的国家仰望主的圣手，愿上帝你保守阮的国家。虽然咱国家面对一个困难挑战，无伫经济顶面、伫环境顶面有一个困难甲挑战。哦，主啊，愿上帝你保守阮，我们的国家无受到一个歹的攻击。哦，主啊，特别为着台湾的正教会来祈祷，愿上帝你会当互台湾的正教会，每一个教会拢共同壮大，每一个教会拢愿意来传福音，每一个教会拢愿意来高举十架，每一个教会拢愿意来接纳一个失丧的灵魂。主啊，愿上帝你会当翻转阮台湾，翻转阮台湾的正教会。哈利路亚，感谢基督，靠着你的圣名来求，阿门。第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生命来祈祷，保守咱的心无受到攻击，保守咱的心有平安，保守咱的心有喜乐，有信心，望。特别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甲厝内人有和睦的关系，互咱家庭每一个成员心心灵拢得到上帝的保守。第三，为着咱的工课，咱职场也是咱的学习来祈祷，互咱的学习也是咱的工课，有好的。第二祈祷日，互咱有好的人际关系，甲咱的兄弟姊妹，
甲咱的同事有好的联系，咱为着咱经济来祈祷，互咱的财务会当得到困难呢，会当得到突破，保守咱个人的心灵，拢会当有上帝的保守。咱有疾病，咱有心灵欠安呢，咱有忧闷呢，看上帝用伊的话语帮助咱，用伊医治的手来医治咱。所以咱为着咱个人来祈祷，为着咱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咱的甲咱厝内的人的关系，咱的工课，咱的经济，咱的一切所需要的，咱摆在上帝面前，咱开声来祈祷。请来最后所许多阮为着阮家己个人所面对这困难、这挑战，我上帝你完全了解。恳上你帮助阮，互阮的心灵上帝你来保守，互阮肉体的病痛、心灵的忧闷的代志，恳上帝你来排解。特别互阮甲人的人际关系会当和好，伫厝内甲阮的厝内人会当有和睦的关系，伫阮的职场顶面会当甲阮的同事和睦的关系。主啊，互阮伫工课顶面会当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互阮透过阮手所做的工，得到上帝你的赏赐甲保守，互阮厝内的经济面对困难会得到解决。主啊，你帮助阮，互阮每一兄弟姊妹会当伫上帝你的保守内底，上帝你的听内底会当得到完全。主啊，阮将阮的兄弟姊妹恭敬拜主的圣手，归上帝你甲阮支持。哈利路亚，是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主啊，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顺境逆境，拢会当凡事来感谢。恳上你保守阮每一兄弟姊妹，无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无受到歹的试探。当阮面对这款的无好的攻击的时阵，互阮有上帝你交做阮的快乐，交做阮的力量，来抵挡这一切。恳上你保守阮，互阮甲人的人际关系有好的关系，互阮的生命会当交对着足好人的生命。主啊，互阮伫阮的职场顶面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互阮伫职场顶面所付出的，会当互阮的经济得到改善，阮面对的财务的困难，可以上帝来排解。特别阮叫一兄弟姊妹，伊的心灵、肉体有一的病痛，可以上帝你纯粹你医治的圣手来医治阮，帮助阮，抛放阮心灵的捆绑，互阮搁一边真做上帝你会听的囝儿。互阮真做一个会当互上帝你的名得到荣耀的囝儿，保守阮所有兄弟姊妹，来对啊，感谢上帝你安慰阮、鼓励阮，安尼祈祷靠主啊，做佢的圣名来求，阿门。第三，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一同工来祈祷，咱为着咱的牧师的团队来祈祷，为着中级同工，咱有一服侍的团队，咱有这个小组长、这个副长，咱为着这个团契首长来祈祷，可以有定的气力、能力来服侍主、来服侍人。咱为着咱教会设定的气氛来祈祷，互咱较无信心，互咱较无来祈祷，互咱较无来听上帝的话，互咱较无用热情来敬拜咱的主。第三，为着咱传福音的时间来祈祷，互咱过来咱7月8月开始，咱有一传福音的时间、宣教的时间，可以上帝唤起所有兄弟姊妹愿意来传福音，特别来传平安的福音，引带咱的亲人，不是信主的亲人，咱的牧长来到教会来归应主。特别暑假时阵，咱知影暑假咱有青少年有一活动，咱的主日学有夏令营，咱为着这营会的活动的进行来祈祷，也有这年轻的这细囝少年人会当因为这个暑假的这活动，我深来认捌主。我在甲教会有好的连接，所以咱开声为着教会这个时间，为着所有教会同工来献召集，咱开声来祈祷。主啊，恳上帝你重用阮每一个教会的兄弟姊妹，特别是阮所有的同工，恳上帝你用你的灵来稳固这个同工，有阮有属灵的气力、属灵的能力，知影要安怎来服侍主，要来知影服侍人。主啊，恳上帝亲自将阮所欠过的你补偿互阮。特别阮暑假的时阵，阮教会有一个暑假的一个活动，暑假的营会，特别主日学的夏令营，特别准备开始，恳上帝你来帮助这个主日学这个同工，知影要安怎好好来款待，来引带这个细囝伫暑假的中间，搁较济来深来认捌你，互因的生命会当伫暑假中间得到无共款的改变甲造就。为着青少年来祈祷，互因伫青少年这暑假的一个活动顶面，由阮会当来认捌主，恳上帝你将
掌管阮的教会，阮教会所推行的事工，毋是要高举阮家己的名，乃是要上帝你的名得到高举，乃是要上帝你的教会得到利益，和上帝你的救恩临在阮所有兄弟姊妹到今日伫这个教会的兄弟姊妹的心中，阮将阮的教会所有一切摆在主你的面前，向上帝你掌管，安尼祈祷，靠主这个圣名来求，阿门。任何环境，咱拢免惊吓，因为全能的上帝要接做咱的气力，接做咱的保护，接做咱的帮衬，咱就就是我任何环境唔免惊吓。任何的环境都唔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伊要保护你，你拢免惊吓。也唔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一日有野生软弱无助的时阵，全能上帝伊要看顾你。人生的大风大雨临到的时阵。上帝伊要保护你，主你是我的脚伴，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恩帮，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咱最后，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来祈祷，恳上帝幸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互咱搁一较无的灵，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来学乐伊。咱特别为着今仔日一个服侍来祈祷。咱知影伫教会中心有水学，有查经班，咱有一个服侍伫楼骹有交通指挥，咱有影音团队，咱有敬拜团，咱有献歌队的服侍。咱有午餐的服侍，有心理转教服侍，咱为了这一服侍的同工来献上祈祷，单单归荣耀上帝。咱特别为着今日要讲道的题目书来祈祷，今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咱为着咱教会祈祷，咱的总会所推行的一个文字的事工咱就无顶头有，咱为着这个事工，咱献上祈祷。咱来为着咱的题目书再去要传讲的信息，咱来恳求上帝使用题目书所传讲的信息，帮助咱来翻转咱来更新咱。所以咱开声为着早起的敬拜，咱开声来祈祷。请做叫我为着早起的敬拜，迄阵祈祷，恳求上帝你的运行伫阮中间。主啊，欢迎你这时阵临在伫阮中间。主啊，我们从早起的敬拜、恭敬拜这路献手，我们看见上帝你设立宝座伫这个所在。我们每一个弟兄们透过题目书所传讲的信息，来翻转阮的生命，来更新阮的生命，搁一遍奉献伫主你的面前，互主来使用。主啊，恳求上帝你运行你的灵伫阮中间。主啊，高举你的设计伫阮中间。我们看这用上帝你今日荣耀彰显伫这个所在。哈利路亚，感谢上帝你，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我搁再一遍讲再去敬拜主的献手，恳求上帝你甲阮伫咧，安尼祈祷拢是靠着这个生命来求。主啊，恳求上帝你帮助阮早起诚做一个荣耀的敬拜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靠着这个生命来求。阿门。咱起立来吟首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的传，无论风雨也变晴，你拢会做伴，咱着所生的恩，日日的有存，何在会感咱变正欢喜。一直开窗，一直开窗，互人稳定拢无煞。开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呢大，咱着为啥人生，好地地拢总三脚欢喜，你的稳定实在真正大。你的稳定真正大。
去有这么大难着路，为啥人生好日子拢总相较欢喜？你甲因带，一天甲因带，好人阮天拢无煞。为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难着路，为啥人生好日子拢总相较欢喜？你甲因带，一天甲因带，好人阮天拢无煞。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难着路，为啥人生好日子拢总相较欢喜？好日子拢总相较欢喜，好日子拢总一边讲，好日子拢总相较欢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敬拜咱的主，因为伊是圣洁公义的救主，伊是咱通倚靠的主，咱单单来敬拜。耶稣，圣洁公义救主，总的上帝的威典。好天灯花万顷，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万变将关万里，靠地愿要尊贵无路，我用心的相信，连接连拜。上帝，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耶稣。公义救主，彰显上帝的威名。你的听是好听，灯花万顷，满有丰盛无尽的恩典。耶稣，光面将我。要尊贵无路，我用心的相信，热情敬拜，我的口做定定位。咱摇起咱的手来敬拜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来敬拜你。哦，主啊，我用我的生命要来回应你的名，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多多仰望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多。仰望你，热情来敬拜你，热情来敬拜咱的主，热情来敬拜你。到这边讲，我们热情来敬拜你，热情来敬拜你。
来吟圣诗，圣诗305首。我的心心，你着唱歌，阿罗感谢主上帝。我的心心，你着唱歌，阿罗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哦罗，感谢主上帝，一大救主听从上帝，照顾人类的天命，赐归阮全属好天的，参阮出山不忘强过，哦罗，只愿主上帝。我的心心，我的心心，贴心牢记主的名。你是全地眼光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哦罗，只想主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大权能恩典的主，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互阮伫你的听的内面所经过的日子，有你的固守，有你的供应，也有你的祝福。伫这炎热的7月天，你互阮来到你的圣殿，伫遮有一个美好安静的时刻。我要拍开阮的心，迎接主圣神的启示甲开力。我要仰望你的面，看见你的荣耀甲恩典。我要享受伫主的听的内面迄款的平安、喜乐甲交托。主啊，这是你的圣日，愿所有万物一切拢跪落伫你面前，同心敬拜。是令阮要看见你的大开力、大荣耀甲恩典。主啊，帮助阮，互阮因为有这款的虔诚的敬拜、阿乐甲感谢，就看见你的丰盛甲祝福。愿阮今日的敬拜归荣光伫你，正兄弟姊妹会当领受属灵的美娘，享受上帝伫主的听内面一家三甲好好、平安合一同工的喜乐。主啊，感谢你，这礼拜属于你的，愿圣神亲自来掌管。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福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第二真实伫天呢。愿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高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请咱做伙来看启示文第22篇，启示文第22篇。我来请咱会众来应。来啊，咱着唱歌阿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着鞠躬敬拜伊。
因为伊是咱的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谢甲学乐的祭。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的大能甲智慧无所不在，你的荣耀彰显伫万行有，你的每一个作为充满奇妙。你是一切听的源头，甲一切赏赐阮上好，互阮的，阮献上感谢。你的恩典甲怜悯永远无停止，求你互阮会当经历圣灵的果子，领受你的恩膏甲供应，带阮行伫正义的真理的道路。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总会所定的文字事工来祈祷。求你互文字事工所传达的信息是感动人、甲改变人的心，互更较侪人通过文字的表达来认办福音。求主赐智慧甲创造的能力，互参与文字事工的同工，互你清楚表达甲确实的传福音。求你祝福总会文字事工，伫你的保守下面。无欠缺经费补助因的需要，无停止发展甲成长，为着上帝国的国度带来上大上济的果效。阮也为着教会进行的事工献上祈祷，帮助阮伫教会逐项的事工有恩膏，会当积极参与逐项的事工，如查经班、门徒训练、祈祷的事工、关怀甲社区的事工。宣教的事工等等，求你祝福这个事工的领袖，有会当参与的同工，事工中彼此的扶持甲帮助，伫事奉中得到成长的喜乐。阮也为着教会主日学的情绪管理的夏令营献上祈祷，求你加添营会团队有主赏赐的智慧，甲开力伫这顶面。营会前有教育的准备，带领这个囡仔每一工活动有丰富的经历。求你互这个夏令营成做一个充满喜乐、欢喜的营会。我每一个参与的囡仔拢经历主你遐来的听，伫这个夏令营中找到希望甲平安。求主伫这个夏令营的期间，也保护所有对头到尾的安全。阮将伊交托伫主你的身手，亲爱主，阮即时也为着阮的欠缺，摆咧伫你的面前，为着身体病痛，心灵软弱的兄弟献上祈祷。你是医治人的大医生，是赏赐阮身心灵平安的上帝。求你施恩的圣手来热看保护，接着你定定的旨意，医治阮身躯的病痛，也赏赐得胜的信心甲开力互阮。无因为病痛会捆绑，阮的心灵要得到安慰，有医治的平安甲喜乐。阮也为着阮的同工，也蒙主恩调的主神长老的家族献上祈祷。虽然失去挚爱的丈夫甲老爸，愿主的话语成做因生活的引带甲鼓励，得到主的安慰甲扶持。帮助长老娘伫要来的日子，用信心。忙，信仰来行天路，因为因确信上帝是甲因同在。阮献上一切学乐、感恩、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免。共个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约伯记13章
1到2节，17节到18节，约伯记13章第1节。这一切我的目睭拢有看到，我的耳孔拢有听到，嘛明白。恁知影的，我嘛知。我无较输恁。17节，着注意听我的话，互我伫申诉入恁的耳孔看咧。我已经准备好势，我知这一定会胜诉。咱圣经读到这，咱接下来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完，咱请题目师来讲道。牧师的题目是为何苦难会存在？Oh
咱圣歌队用各他的听来带咱敬拜上帝，也愿主即款的听是落伫每一个兄弟姊妹中间。今仔日咱真欢喜哈，是即个总会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有时咱会惯势甲伊讲文字事工，安尼较惯势啦吼。搁较简单的就是讲，就公布社吼，教会公布的主日啊，安尼大家都记足清楚吼。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到咱已经退休，总是还阁安尼非常臃肿，逐位会当继续服侍主的陈显仁牧师呢，要来甲咱做分享主的话，来做请安甲报告啦吼。我先简单做一个介绍。第一个讲文字事工吼，咱是安那讲公布社，就是咱伫咱台南那定，咱教会每一礼拜吼，拢有公布社的文字的物件咧帮助咱，像恁周报内底，逐礼拜拢有业到是咧更新对无吼？有兄弟关心教会消息新闻的，咱有教会公布。搁较毋免讲，逐礼拜逐日的咱咧读新眼讲读经吼，遮个事工拢是对公布社咱总会全台湾头一个报纸就对啦吼，已经150年因提供的。所以咱真注重即个文字主日，所以今仔日特别有陈显仁牧师来咱中间，要讲道来勉励咱，也用即个报告，搁有影片来甲咱请安吼。咱真欢喜，今仔日吼，咱陈牧师吼对台北来的吼，对台北来专工来台南吼，来经历咱台南遮安尼热天热情就对啦吼。陈牧师呢是我的学长。加我差不多安尼一个新人院的即个一文就对啦吼，一文就对。虽然已经退休，总是感谢主，伊拢大部分拢伫北部咧牧会啦吼。我都有甲问吼，伊传道的时阵有派来咱高雄的小港，后来就拢伫北部吼，有伫即个基隆吼的中正教会。搁来伫树洞教会，台北的树洞教会，伫民权教会牧会，了后就退休安尼吼。咱教会魏鹏长老吼，少年时代伫台北，伫做实习的医生、住院的医生的阵吼，就是讲伫树洞教会得到陈显仁牧师因夫妇吼，多的关心吼，所以今仔日来，毋若是来请安，嘛会甲熟悉。同工来见面吼，特别呢，陈牧师娘嘛，今日也来到咱中间啦吼。咱先拍拍欢迎牧师娘好无？陈牧师娘欢迎你，做伙敬拜上帝吼。好，感谢，听者。咱陈牧师伊要用主的话，特别是一个足重要的主题，叫做为何苦难的存在。用主的话来甲咱勉励，咱用普话声来甲伊欢迎吼，来。多谢敬敬的夏牧师、富强教会大家平安。事实上，退休了后，差不多逐礼拜无共款的教会咧请安报告。我牧师娘普通是，我无去的教会、毋捌去的教会，伊拢会缀我来。缀我来就是。这无法度都爱缀咯，咱都爱互来安尼。其实啦，台南实在是伊台南人，我是台南的囝婿。搁一项足歹势，富强教会是我家己甲公报社讨讲台南我要去富强，伊甲我问一句话。为什么要去富强？伊讲因为这间教会去年奉献4万几块啦，因为业绩足好的啦，我唔惊啦，我就讲今日我来啦，超过4万几，我明年绝对过来啦。上好你唔好拍破，我绝对会超过。我讲。退休了，就是安尼去逐所在，包括我有去
夏牧师因7米教会，我会记得迄阵我代表一个单位去请安报告，迄个单位甲我讲，阮较无钱啦，所以你干那一摆去到平湖，袂使干那一个主日啦，你都要带平湖带1礼拜，搁去离岛7米。我讲都爱2间哦，无可能互你坐飞机倒转来，甲搁去安尼啦。所以你都要带平湖本岛。我都要带3、4天，是要创啥？伊讲你偌熟啦，吼，平湖我1天就说完啊。就去7米，我会记去7米，我头一句话甲因问讲，请问遮下载，就是因7米教会创始者，遐下端岛的好的请举手，随时下骹一个长老举手。牧师，你问安尼毋对，你都爱讲，毋是下家的好的请举手，结果我和牧师娘2个举手尔。所以一条我绝对毋敢讲富强的会友请举手，因为恁拢是富强的啦。我为什么会讨富强？你知无？因为恁这间教会名足好，丰富阁强。魏平长老早起带我来，先甲我介绍隔壁教育馆参观，后来阁转来看咱本馆。恁咧建堂的中间，上帝已经甲你准备教育馆边边，所以上帝恩典足大。今日是7月第2礼拜。拄啊，夏牧师伫遐咧讲文字传道主日，我请问，逐礼拜恁敢有人摕咱的教会免费的教会公布，摕倒去厝的人请举手？努力多谢。所以后摆我会甲公布者，寄5分来就好啊啦。寄遐多是要创啥啦？无人要看啦。总是后礼拜一定都爱看，为什么？后礼拜有我的文章啦。我来请人放今日的请安的影片，安尼你就知。圣经顶面记载，有一个变碎的又死的好朋友，跟伊来就近耶稣。耶稣看见因的信，就对变碎的讲：“细囝，你会做啥面人？”的确，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透过着文字，透过着刊物，透过着出版，也透过着侪文化创意的商品，一直咧扮演着正做每一位兄弟姊妹心灵送向要得到平安，或者是信仰起造的好朋友。今年伫全世界有一个真大的改变，就是人工智慧的进展，互真侪人感觉真惊吓。若像电脑已经要取代人会通做的代志，电脑拢有法度做到。但是事实上，这个电脑后壁的这个文字并无消失。台湾教会公报产生这优质的内容，探讨教会议题，这拢是电脑无法度取代的。台湾教会公报长期以来希望互读者有更较好的体验，所以对3712期开始，教会公报要全面换做大字版，互大家咧读的时阵，有更较好的体验。甚至教会公报嘛期待会当有新的改版，包括母语包括一个教会新闻议题，互咱正兄弟姊妹拢会使伫这份报纸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对公报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有当时我家己无看见，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要搁去倒读。拢对公报社的教会公报，读到遐个生历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生历家的资料，
啊，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餓，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赏赐配搭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一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做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也感谢咱众兄弟姊妹，恁对阮的关心，对阮的代祷，对阮奉献，互阮的确会当哪做哪好，而且要来邀请大家继续成做公报社的好朋友，来补缴阮每一年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费用。愿主赐予咱大家，也愿咱成做彼此的祝福。多谢。普通咱知影讲，你若来到教会，头一个你周报拍开，内面有业奉献地，会友拢讲又来啦，就是要来无关啦。所以退休了后，无共款的教会代表单位去请安报告无关。老实讲，3、4年来，因为疫情的关系，足凄惨，业绩无好，足侪人无来做礼拜。我早起去问魏鹏讲，咱的教会线顶还阁有咧继续无？伊讲有。总会统计到去年年底，因为线顶的礼拜差不多有30%无倒转来。北京府讲回不来啦。为什么无倒转来？咱有一段时间连做礼拜都无可能，因为咱都爱伫线顶做礼拜。调查的结果，头一个反应，线顶做礼拜好好哦，是安怎好好？因为牧师拢看袂到。我伫阮兜咧做礼拜，我是翘骹啉水手啦，我搁食土豆配米露啦，啊无你是要安怎？会真的呢？会真正呢？线顶礼拜，毋过迄段时间，我甲阮牧师娘讲，你若遐热心咧做礼拜，因为线顶礼拜，透早开始看新眼光。各位都讲好消息频道，搁刷咧看有台湾话的礼拜的迄个教会，包括有富强教会过，所以我知影富强教会有线顶的礼拜。搁刷咧，迄你若英语哦，搁有第3场，搁会使去看到英语的礼拜。吼，我甲讲，你以前做牧师娘啦，毋捌。礼拜使去做3场的礼拜，就上最2场尔，华语甲台语啊，后做到3场。线顶礼拜，佫会使见今日即个礼拜，即个牧师哦，我无介意转台，佫会使甲转台呢。所以你看看，线顶的礼拜遐回已经袂倒来，回不来。佫一项。线顶的礼拜有一个足大的特色，叫做
请问迄段时间，虽然有讲奉献，接触敢有举奉献袋仔去咱兜？无啊，有甲咱交代啊，讲你啦，摕去银行啊，是邮局口座，啊，你着爱拨迄个奉献的倒转来啊，真拼咧啦，无人遮用啦，啊，所以哦，准拄好啦，啊，所以奉献足歹啦，啊，足侪教会毋若奉献减少，毋若礼拜六减少，人生内面上普遍的经验就是苦难。无一个人无拄着苦难，为什么义人必须面对苦难？检查这个问题，你竟会问？啊，歹人哪会拢袂？啊，逐摆钓着拢好人。阮细汉看电影，电影内面到最后吼，男主角、女主角绝对结婚啦，啊，男主角绝对袂死啦，歹人拢死啦，啊，毋过，咱今日社会碰着敢若毋是安尼呢？做毒徛马路苦的，拢遐歹人呢，拢无代志呢。啊，那逐摆都咱来，今早日咱有读约伯记，约伯记足趣味，拢总42章，咱以中13章甲切落去。等下，请你会记得哦。等下即礼拜42章，你着要一头读到尾。规本约伯记，一个上帝所承认的义人，无代无志，一暝的中间，猪羊变色，歪歌兼起错，密密冒冒，真正，后来。毋然呢，拄着三个好朋友，一日到暗来找伊，特别啦，甲上帝认罪啦、悔改啦，后摆毋敢啦，安尼上帝就赦免你啦。犹太人的观念就是安尼，犹太人的观念就是，你今日会碰到这个罪，你碰到这个苦痛，你碰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犯罪。认罪悔改，嘿，这约伯真趣味呢，铁齿兼牙做呢。毋啦，我都无毋对啊，我敬拜上帝啊。若讲哦，我讲啦，礼拜我后去啦，侍奉我也有啦，弹琴我也有啦，圣歌的献诗我也有啦，奉献也无输你啦，奉献呢？讲起来有影呢？哦，伊个条件开出来，真正无输咱呢。啊，我哪会拄着安尼？我三个朋友都咧青惨嘛呢。暗时佫啥？日是三个朋友，暗时因某啦，因某佫较愚啦。你信啊？迄个上帝有较拽哦，无效啦，无效啦。后来，请问。碰到安尼的时阵，你怎么办？有一本册，当好人拄到歹代志 ，When bad things happening to good people， 当好人拄到歹代志，现在你要甲我讲，哪有可能？毋过咱的社会，咱四周围咱所看。当好人拄着歹代志，你来记哩？去年5月，伫加州湾区的一间教会，华人的教会，咱台湾人做礼拜的教会，有一个凶手也穿入去到礼拜堂，门甲关起来，开始扫射，其中有一个医生。来牺牲，这个医生是带因妈妈去做礼拜。那用咱台湾话来讲，我说无代无志。伊个毋是已经教会会友呢，是因为
迄个早起的讲道，迄个张牧师长伫台北南门教会张牧师，过去伫美国遐牧会拢伫迄间教会，后来受聘倒转来台北南门教会。啊，迄段时间因为拄疫情，到旧年小可较好势，所以休困倒转去美国迄间教会。哦，遐会友欢喜啊！通知正信徒讲。咱张牧师倒转来，请恁大家拢来做礼拜，甲伊见面。啊，礼拜煞中昼有爱餐要自餐。这个妈妈年岁较悬，都爱坐轮椅，啊一段时间无去教会，有特别甲后生讲，因为阮牧师要倒转来，所以你早去陪我来迄间教会做礼拜。后生就开车载伊去到迄间教会，无拍算，拄着即个凶手提枪伫教会来扫射，即个医生牺牲来死去。所以咱头一个碰到就讲一个有效的老母陪，有效的囝陪老母去做礼拜，是即个意外事件。来牺牲，用台湾话来讲，敢有天理？上帝伫倒落？可难啊！好人拄着歹代志。这个后生是医生啊，医生若是穿单的，若是死啦。问题是要救人，你要兄弟姊妹，当好人拄着歹代志。今日咱常常伫这人生的中间，咱会去体会。伫咱的周报内面，咱有看见这互人的这讲道的大纲，你会当看见上帝温存苦难发生，上帝温存苦难发生。所以今日题目为什么苦难会存在？上帝温存，上帝答应。我会记得阮新南院咧读约伯记的时阵，老师甲阮讲，约伯记吼，你看第一章，后来最后跳到42章，安尼结束啊，中号做过程啦。我头有讲，恁当下就爱看42章拢看，你毋好干那看第一章到42章，中拢免。你较注意，你若看约伯记第一章，足明。魔鬼甲上帝对话，敢有影约伯好人？上帝讲好人啊，足敬虔的啊，足敬畏上帝啊，足听我啊，袂嫌的啊。现在有一天，魔鬼来甲上帝讲，敢有影某某长老、富强教会长老，足好呢，足得人听呢。魔鬼讲：无我来甲试看卖好。上帝讲：好啊，你甲试啊，你做你甲试啊。总是袂使互伊的性命无去，性命的主权伫上帝。哇！所以我头仔讲，阮读约伯记的时阵，老师甲阮教一句话讲哦，约伯毋知影讲，伊会拄着苦难是上帝温存。所以，伫这过程的中间，你去体会，咱今早起要来想上帝温存苦难发生，总是伊也应允稳定临到。头前约伯的心路历程，规本约伯记的发展，咱到今仔早起，咱以13章甲切入，这是一个约伯足强伫遐来抗辩。所以你若甲看见咱的接触咧读，即个约伯记第13章第1节、第2节的时，足注意，这一切我的目睭拢有看到，我的耳孔拢有听到，嘛明白。第2句话足水，恁知的我嘛知，我无较输恁。请你注意这句话。我读约伯记，我逐摆来读到即句话，我拢讲，
会咱做牧师做长就足紧。阮定定牧会的时阵，需要去共探望、去共关心、去共祈祷。啊，有当会带长就，有当会带会友去。咱啊，伫遐咱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啊，你就是信心无够啦，你就是得罪上帝啦，所以哦，认罪啦，祈祷啦。都甲伊三个朋友共款，甲约伯就讲安尼啊。总是有一天，今日咱去安尼共讲，迄个会友雄雄啦，会记得即节圣经在甲你讲，我无较输你啊。我请问你要安怎译？我无较输你啦。方言哦，我也无输你啊。四方啊，我也无输你啊。热心，我也无输你啊。我无较输你啊。目睭看到，耳孔听到，目睭耳孔是规本约伯记内面做咧强调一个目睭耳孔看见听到。到第17节的17节18节，就注意听我的话，互我的心锁入你的耳孔，看我已经准备好势。我知我一定会胜诉。来，问题出来，约伯有抗辩，约伯有甲上帝讲，我都无毋对啊。毋过有几个重要的一粒转折的所在，就是伊忽然拄着人生无法想到的苦难。咱碰到苦难，第一句话拢问讲为什么？安奈我？甚至咱来讲，我哪会遮衰？所以伫这个中间无明白原因，对心内向上帝发出邀疑，伊的某的埋怨，三个朋友的控诉，甲伊指责。当人生拄着安尼时阵，你怎么办？这段时间疫情，我去逐间教会咧做礼拜，大多牧师特别交代，你台顶。你的手、你的喙暗会使白话，我感谢主。吼，阮带喙暗感到足艰苦。所以白喙暗，我伫台北咧生活吼，台北已经大家拢知影，已经这段时间已经拢开放大众运输，你无论坐火车、坐高铁、坐公车、坐捷运，拢都会使免带喙暗。总之。台湾人有一个特色，叫做惊死。10个9个还搁咧带喙暗，毋是带好看的，也毋是讲咱兜喙暗伤济吼，无挂较惨死啊，难死。总之，我捌问一个会友吼，我惊一个，我请问你的口罩偌久换一摆？偌久换一摆？甲应讲1礼拜。我害头，我你无够哟，无够阮兜会互你，你要偌济我互你。我讲咱种厝内啥物也无，口罩上济。这礼拜堂袂使讲白贼咯。厝内超过200个口罩的人，请举手。啊，你拢毋敢举？我讲恁无举的吼，恁兜500个，我甲你讲。无咱试看嘛好无？咱啥物上多？口罩上多啊！啊，咱哦，佫欠欠仔用啊，欠欠仔用啊。有影是啥话？伫这个中间，你去体会，整个的经验，约伯伫遐拄着苦难。后来，我头拄仔讲，恁等下一定要去读约伯记。第4章到14章，15章到21章，22章到31章，安尼简单过程先甲聊过，等下都爱读哦。这3个回合，吼，这朋友甲伊变个变啊，一摆搁一摆，经过3个回合，基本态度就是，约伯讲，我公义啊，我无毋对啊。坚持，搁坚持，进一步，搁夸口，
夸口呢？会咱定定有咧会夸口，会骄傲，总是到最后才朋友不爱插伊。为什么不爱插伊？32章第1节，32章第1节，约伯坚持家己无辜，就不爱讲话啊！啊，这朋友就不爱插伊啊！咱咧招人来信耶稣吼，常常会碰到这种的问题啦。一摆搁一摆甲引带，一摆搁一摆甲伊请伊来，总是吼，请啦伤侪摆吼，拢毋来吼，啊这无效啦，上上帝歹插伊啊！你家己甲放弃，就赢一场诶，传福音毋是安尼，所以头一个约伯诶心路历程，伊坚持家己是公义。第二样。规本约伯记以38章开始，上帝出现，上帝出现，现开始包括约伯来邀伊呢。上帝你伫倒咯？咱有当时啊，人生碰到苦难，咱来讲，上帝你在哪里啊？上帝你伫倒咯？38章开始，上帝出现，第一摆伫大风的中间，北京府讲旋风。大风的中间，经历风的中间，对约伯发言，上帝出现，甲质问约伯，爱回答，人不过是被造物，上帝亲自爱咱做管理甲管家，所以人无熬，人定定想要赢过上帝，当伫这中间你去体会，上帝敢若点点呢？啊，出大因去舞啦，出大因伫遐咧变啦。3、4年的中间，疫情，上帝安怎照顾咱？有碰到疫情，咱也有拄着无喙暗，咱也有拄着吼要拍第几针就排队呢。咱也有拄着无快筛子的时阵呢，总是咱拢平安经过。咱已经行到这个所在，虽然会使拔起来，上帝出现对约伯来讲话，爱约伯家己回答：你是我创造的啊，你毋是创造主啊，所以谦卑承认，无知有限。这种人定定要想要赢过上帝，所以伫38章甲40章第一摆，上帝出现，总是哪呢了？41章，上帝第2摆出现，同款伫大风的中间，用自然界的动物来质问约伯2种画面，真大只的河马，甲海怪，啊，这种的是上帝。一种足可怕，人甲这个物件，动物无法度对抗，所以人的有限，所以伫自然界的动物来质询约伯，后来爱约伯伫遐去知影上帝的同在，上帝甲伊三角伫咧。莫怪到第42章结束的时阵，约伯目睭就金起来。第1章到42章，38到41，上帝出现甲伊讲话。42章是整个约伯记，约伯的信仰告别。前我所看，我所听，我今日亲目看见你。前就是风声啦。当时我今日亲目看见你。阮做牧师常常有机会伫教会圣礼节的时阵，有人要洗礼。洗礼前一定都要开小会，有安排要你问答上课。啊，伫迄个小会咧问答的时阵，通过啊，才会知讲，伫上帝甲人的面前，礼拜日来做信仰告别来洗礼。普通要来洗礼。的会友，我拢甲问一句话：你
为什么要来洗礼？伊就甲我讲哦，就夏牧师讲叫我来洗礼啦。今年业绩无好啦，所以哦，冲一下业绩啊。我讲谢谢，再联络回去。就阮爸长老啦，就所以时间到啊，叫我就爱洗礼啦。谢谢，再回去。洗礼绝对唔是牧师长老，恁爸叫你来，你就来啦。洗礼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咱长老教会一个足水的标志是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足水的呢。顶悬甲下面是直的关系，是足长的呢。人甲上帝的关系。看的是人甲人的关系是较短的，我若是四周围拢共款，迄叫做红十字会啦，迄毋是十字架啦，十字架就是有长有短啦。上帝甲人的关系，哪有迄落洗礼讲，人叫我来，人都爱业绩所以我就来洗礼啊，绝对毋是安尼。西约信仰告别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最后就是约伯到42章第1节第5节，信仰的转变。咱有一句话讲叫做信仰的跳跃 ，leap of faith。信仰毋是定定啦，信仰会震动，信仰会跳起来。信仰的两个单词，我头有讲，约伯记内面足强调这两字：听见、看见。信仰都要通过听见。看见，你才会当突破成长。这是今早起咱要通过约伯记，咱咧学习为什么苦难会存在。等咱就来紧来看到第3项，约伯最要紧，又提出这份的理由，又申诉，又抗辩。阮前细汉的时代，阮的时代，我才70几岁啊。阮的时代，伊细汉同教一句话：囡仔人有耳呀。咱就是安尼啊，才害。即阵我甲你讲，你甲恁阿孙的教这无效啦。恁阿孙的哦，你讲一句，伊应3句啦。伊咧有耳无喙咧，吼，伊的喙比你较厉害。所以，咱今日，咱足多代志点点啦，安尼就好啦，莫互知啦。人分啦，咱就较丧伤啦，咱就较无得人疼啦，咱就较卑微啦，所以咱毋才会得到这个病啦。谁讲的？谁讲的？都要抗辩啦。所以今日第13章，咱甲看约伯记，恁知我也知，恁看见我也看见，我无较输恁啦，我无较输恁啦。伫信仰的顶面，叫做学习啦、成长。请问，面对苦难甲不可知的信仰的挑战，若无提出这份抗辩，你永远拢毋知。这阵足方便，这个手机也足方便。吼，阮迄个时代吼，拢都爱买足多参考书啊。这阵个少年的传教者吼，我要退休的时阵吼，我册足多。我当校牧师啦，牧师人啥物人无啦，册上多啦。咱要退休吼，册讲叫一寡少年传教者讲，我这拢互你看，你要介意，你做啲总是有一个原则，你家己来搬，你家己甲搬，我无甲你运去，你家己来拣。我甲足多传教者讲，一个少年传教者来，用车甲我载2车转去，载2车转去，剩的无半个来。我册要互人哦，因甲我讲啦，老师，电脑就有了，手机就有了，哇，吼，我迄阵买摕买啊，无你问校师，买咧个人足贵个呢，种哦，要送人买啊。所以伫信仰个顶面，咱咧学习啥成长，可能永远毋知影咱家己的有限无知，信仰无法度成长。我退休了。我所有的这导影片、讲道稿，家己拍。我是属于一字天书的啦，我拢一用一手就去点啦。以前有干事啦，敢若
干事的时阵，讲到过到伊就拍，伊就家己做啊。即阵无干事啊，拢家己来。所以阮牧顺甲阮查某囝拢甲我讲，你比无退休较无用啊。有影，啊，都准备这啊。啊，每一间教会无共款啊。有诶吼，当天的讲道稿都爱出来；有诶是后礼拜讲道稿都爱附互伊，附后礼拜的周报业伫啊，顶礼拜讲道稿。后来我请问，对校务处较歹势。顶礼拜校务处的讲道，知影的人请举手，你来举手较奇怪，我跟你讲，校务处足歹势啊！袂记哩啊啦，嗰只礼拜三出去都毋知啥物个啦，今日讲啥也知。我若知地务署伫顶环毋知咧卫生，都干那讲要来无管尔。咱的信仰是安尼，信仰绝对都爱提出疑问，对就对，毋对就毋对，免做伫遐挑战，该进步成长。伫即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头拄影片内面，请安有讲一句话 ：AI 的时代啊！即种 AI 的时代，咱是毋是活得个啊？搁伫过去啊？人阮行动时啊，拢安尼啊，真拼嘞啦！我会记哩吼，我一摆伫树洞咧牧会是新春感谢礼拜，我讲一句话哦，煞。礼拜煞一个阿公带一个阿孙，孙啊，牧师你好笨哦！我就是啊，因为我讲啥？我讲哦，阮的时代吼，要食鸡腿足饿的，所以杀一只鸡2支鸡腿，阮兜4个囡仔，今年食鸡腿，明年就爱食10股腿，照轮啊，4个照轮，2年食1摆鸡腿。伊甩迄个孙仔甲我讲，阿公牧师好笨哦，去麦当劳买就有了啦。那无笑啊，信仰就是安尼啊。人伊今日讲，咱今日是拜托伊食，咱拜托伊食，行动时啊，阮是要食无啊。我煞人种甲咱应一句话，毋甲你食啦，会是毋甲咱食呢？食是食伊家己，啥物毋甲咱食，所以活伫家己的世界，咱免怎安然自在，将眼光放伫家己的身上，迄只亲像约伯，伫迄个所在，我讲我过去无毋对啊，我义人啊，我敬拜上帝啊，上帝互伊拄着苦难，上帝要互伊伫遐成长，来，所以。需要定心思考，起造新的眼光，学习搁学习，食较老学较老，真是甲上帝相拄，信心提升，眼界拍开，学习约伯对上帝定心的称呼，听上帝搁较深，多谢努力，对其咱的富强的教会，对教会广播社的支持，请您继续。结论来讲，约伯的一生确实互上帝所娱乐，一章第8节。义人啊，总是上帝温准下面，伊受试探，所以是上帝温准苦难存在。所以42章第5节，约伯的信仰告别：前我听见别人讲道理，现在我亲目看见你。咱用约翰第16章33节，耶稣所讲的这句话，伫遐讲，我甲恁讲，叫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总是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过世界。压头三个来祈祷，是阮的爸上帝，感谢你，阮无完全，总是因为你的疼。互阮踮伫你的内面，成做一体。特别，阮伫总会所定着的纪念主日，阮关心这文艺事工，通过阮的奉献参与代祷，互教会的文艺事工会当更较应神益人，也保守阮伫下半年做头前的路站，愿阮的哪句哪听你。
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是感谢地牧师吼，伊个台语咱大家听了足爽快吼，讲话无简单哦，台语哦吼。我拄有问地牧师讲，原来伊就是吼，咱台中大甲人啦，大甲。大甲吼，哇，出足侪好牧师哦。我甲问，原来就是伊就是地连德牧师、地连坤牧师吼，因即个家族啊，一家吼，我出几人个牧师就对啦吼。实感谢主，今仔日会当咱中间用主的来勉励咱。咱要来吟回应诗进前，牧师做一个回应补充啦。第一就是讲，咱的地牧师有接到公布社会的资料，讲咱去年吼，咱有奉献4万几块吼。我是爱要安尼报告一下吼，事实毋若4万几块，是因为啦，咱去年实际伫主日的奉献是7万2啦，7万2。但是咱的小会有接到牧师的即个建议吼，因为咱即个主日就是一厝的奉献，但是咱逐年吼，咱都有新眼光读经的手册吼，咱楼骹即马7月开始咧发啦，搁有咱业伫周报吼，咱即个更新杂志，咱想的讲，咱规条甲兴趣嘛好啦吼。咱怎到尾讲用拼就对啦吼，咱就是用4万几块来献主日，咱搁3、4万块来献即个新眼光读经，搁差不多3、4万块，应该是差不多11、2万呢的款吼，来奉献伫即个更新吼，逐礼拜更新，因为咱逐礼拜看到遮个好的即个灵修刊物吼，咱就甲分起来，所以等于一条甲拼做3条，搁甲加添就对啦吼。安尼意思要互会友知影讲，我去年奉献哪会变较少无啦？咱搁甲踏落去，因为咱教会有一个宣教基金吼，宣教基金所以也鼓励咱兄弟，你逐礼拜咧看更新周刊，咱咧读新眼光读经吼。公布假是较少人看啦吼，公布事实真正咱即马公布是寄5分尔就对啦，搁分袂了。寄5分，因为即马大家拢用手机咧看咧吼，迄也是一个趋势啦吼。毋过真正公布内底资料更较丰富，咱逐礼拜拢会收到。你若有趣味讲，我逐礼拜拢想要摕到，你甲咱的干事登记，你就留1份互你安尼吼。好请咱大家做伙关心，小等来吟回应资料，咱有奉献吼。若假使你有受感动，咱有即个奉献地吼，也伫周报内底，你通写你的代号，咱的即个奉献代号，安尼咱的电脑要起印较方便咯吼。好，用安尼来做补充的报告。即时咱要吟即首回应诗吼，593首，拄着4连载的为你真艰苦。咱做伙来坐咧吟吼，坐咧吟。咱时间的关系，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咱坐咧吟。拄着4连载的为你真艰苦，伫到日子失望失眠看无路。你所得的恩赐，逐项想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唱第4节。所以经过7年，无论大小事，无伫日子失望，上帝仍做主。你所得的恩赐，照顾想来讲，主的恩惠帮赞因带到天堂。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少，主的恩赐你减算为了，主的恩赐逐项算来记，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
感谢主，主的恩赐你着算着写，主的恩赐你减算会了。兄弟姊妹，我要招咱大家伫主的面前，将你对地牧师所领受到这个属灵的信息。在咱信仰中，咱毋是逐日平安无事，但是当拄着苦难的时阵，你的信仰会互你赢过头前的支持甲试炼无。咱求主赏赐咱这款的信心，这款的气力，看见主互咱的平安，主互咱的信赢过这苦难的挑战。咱通伫主的面前，甲主讲：主啊，我确信你要甲我同行，互我勇敢面对任何的挑战。我要伫苦难中见证上帝的恩典甲公义。第二，咱为着教会咱才会伫暑假中做的事工、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活动来祈祷，求主保守，互一切事工拢荣耀主的名。做青年细囝伫遮得到好的造就。最后一项，咱为着咱的教会病痛中的兄弟来祈祷。你有熟悉、有人捌，你就提名替伊祈祷。特别咱为着咱最近咱东区仁德有流行即个登革热、天狗热这是一个安尼热带的传染病，求主保守咱平安来度过。也互咱伫这热天炎热的天气，大家人心身肉体拢得到平安。咱大家开声为着这个事同心来祈祷。主，我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圣神的托付甲扶持伫阮中间。主啊，阮伫你面前，阮爱算小主你的恩典。当阮拄着困难挑战的时，互阮无累志，互阮无犹豫，因阮知伫主的面前，阮要得到真做义。主你将信心甲气力互阮伫苦难中有缘见证主你的名，勇敢见证上帝你的公义甲气力。我要赢过一切挑战。我来为着教会阮的事工祈祷，暑假青年组一个事工，我来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献上祈祷，搁有这定经节的影响，求你保守阮大家平安来度过。感谢老主，亲爱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伫这个文字传道主日，感谢你差派你尽忠的罗卜，伫现任牧师来甲阮分享这个要紧生命的这个主题。主啊，互阮领受到这款的信息，对约伯记有较深刻的体会，互阮人生的日子，阮无论拄着任何的艰难，因为阮确信有主的同在，阮要有气力来赢过一切的征战。感谢主，我来将教会青年、儿童的事工交托主，伫暑假会当推动顺遂，青少年甲主日落，大家人拢得到造就。我来将教会病痛中的兄弟交托主你的圣手，主你圣手亲自来膏抹医治，互因的身躯平安恢复健康。我来将台南仁德东区最近流行这个定极热的这个传染病，拜上帝怜悯阮，互阮的身躯的免疫力以及这个环境的清气，会当避免着蚊虫的侵扰，互阮平安度过这个热天。感谢主，我来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交托你，伫暑期侪人出外旅游去外地，求你保守因出入拢平安。伫你面前感谢你无限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请执事来开始来奉献，多谢。请咱做伙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下来诗。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为报告的大先，请咱做伙来看即个月的金句。伫周报的后面，请咱做伙来读即个月的金句。箴言第3章5到6节，请咱做伙来读2遍。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伊要指点你的路。请咱这个做伙读一解。请咱先开周报的第2面，后礼拜事的是李总结即事甲地婉如即事。所有的服侍同工，请咱家己来看。咱看第3面，请咱家己来看。咱看第4页，集体交通。本会消息，今日是总会所定的文艺传道奉献主日。咱欢迎退休的牧师、陈牧师夫妇受派受广播社委托来本会请安报告咱做伙来为着广播社文艺事工来奉献感谢陈牧师的辛劳咱用热烈的掌声来多谢陈牧师甲牧师娘。牧师请坐。本会定伫8月13日到47周年举行圣礼典，请要受洗的兄姐咱伫办公室请咱伫遐摕报名表。第3点，第93届中会秋季议会伫7月13要来召开，咱本会要派牧师甲陈牧长第2长老前往来参加。第5点，本会主日学情绪管理的歌手夏令营伫7月20到23，咱为着夏令营的事工推动顺利来台岛。第6点、第7点，请等下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第9点，本会定伫7月23来召开小会，问答培育事工甲演习会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牧区团契的消息，甲关怀台岛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咱来常常为着台岛的事项来提名来台岛。总中会甲社区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精神请咱伫第7页甲第8页，请咱若有出入的，请咱甲咱财务部的同工来更正。以上报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咱昨昏为着咱所敬听的主圣长老来举行追思告别礼拜。大家咧心内拢真毋甘啦总是咱请继续为着即个家庭来祈祷今日庭真长老娘搁后生仁孝因家庭有来恁徛起来，大家点一个头咱继续为因祈祷庭真长老、长老娘搁仁孝夫妇多谢，请坐真毋甘啦，总是咱也知影上帝有伊的旨意赢过咱所想的咱继续替即个家庭祈祷安尼。另外，咱伫即个暑假咱讲有人即个兄弟出外旅游啦嘛有人对外地倒转来，咱来欢迎咱春富兄春龙姐第2查某囝就是咱的淑珍甲先生志豪
搁有查某囝慈爱、嘉爱，因对中国的昆山啦吼，伫遐旅游拢伫遐，转来伫遐，有伫外口无？对啊，来，迄个自豪代表来拍拍欢迎伊，因先出去欢迎恁转来暑假转来，多谢多谢。咱嘛欢迎哇，搁较远哦。咱教会较早的青年就是正慈啦，陈正慈甲2个小朋友，古水的小朋友对美国倒转来探亲，来站起来，欢迎2个可爱的女儿，欢迎陈正慈欢迎。咱嘛欢迎咱有一位新朋友，就是咱的林慧莹姐妹，有遮无？林慧莹姐妹，来你站起来，欢迎你，欢迎谢谢。有一个小礼物来送互你做纪念。各位兄弟，咱实是感谢主啦今仔日咱通过地牧师来伫遐甲咱做勉励咱也真欢迎牧师娘来咱中间第2场第2场咱牧师娘讲送一个礼物互你做纪念啦。来，好欢迎谢谢。来，我再做几项的补充咱就来结束小等下咱要来做颁发。咱今年的这个文道学校的这个结业的证书咱拢总呢有咱正10位啦不过第一场咱敢若这个陈怡之姐妹要来受颁发，咱请准备，我先来报告其他的就是讲有几项热天甲咱中级干部小组长、侍奉团队团结这领袖的操练有关系我来做综合来做报告。第一就是咱伫暑假要推动2个密集的礼拜日下晡的课程，叫做中级小组长的密集班，就是8月初6后个月的第1礼拜甲第2礼拜下晡要连续甲集合起来，互咱这同工较袂讲逐礼拜来较忝就对啦所以请大家赶紧来报名咱较集中1点半就是食中昼顿了到5点连续密集课程有8月初6到8月13咱13的下晡煞咱一个简单的主餐要请刘进店牧师，进前旧年捌来伊要来甲咱做这个激励会咱也要请迄个资深的中级啦这个所有的干部拢来安尼所以欢迎大家先来报名互咱这个课程会当顺序来进行。第2个课程是咱中会的中级训练课程这是种在职教育就对啦这是后礼拜下晡2点半到5点半，要伫东门教会咱的舞会东门教会来举行所以咱这阵教会已经有11个顶厝中级会是报11名，但是咱5万搁较济啦中会友嘛会使参加伊就是要操练咱安怎有一个足好的服侍的心智就对有真好的牧者来分享嘛有中级会友的见证咱请今仔日尽量用赖嘛袂要紧，用群组报名咱人赶紧甲名单报起哩到咱的中会安尼就对，这是咱传道部办的，表示讲这是等于咱在职教育就对啦咱拢知影你伫职场你咧上班啥货，你爱参加在职教育毋则当与时俱进就对点欢迎。过来一项咱暑假真丰富，8月初5伫咱教会，伫咱的教会早起拜6早起9点到12点，咱由这个环球圣经公会特别邀请台湾西人院的一位这个教授张家惠博士，伊本身是智商心灵的研究的专家，伊要来甲咱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服侍者的心灵保养，服侍者足容易拄到真侪征战，你敢知？所以我有听咱的上年会长甲我报告，我要招我的干部来听，因为我迄天有上年聚会，但是干部也来听这课就对啦。所以咱鼓励各事奉团队、各小组长、各中级来听看卖。伫咱教会办咱家己无参加，外口人来参加，足无彩特别是要讲甲咱服侍者有关的主题啦所以这拢有3个拢伫暑假即领袖的训练就对好来
啊，即个是服侍者心灵保养的一个海报，啊，放伫咱的即个电梯遐吼。搁另外一个，哇，这爱搁讲，咱丁吉日吼，伫咱台南地区，特别东区搁认得，啊，真烦恼真严重哦。我想足侪会友的家庭拢喷油啊咧，吼你看，啊，所以咱一定爱赶紧吼，爱唔通想看紧哦，足严重的爱注意。巡道清刷，吼，咱落雨吼，啊，你的盘啊、啦衫货伫外口有积水，拢爱倒掉安尼吼。我昨昏听到咱的乡联会长思源姐讲吼，仁德吼，我的常常拢是想讲仁德交流道搁过遐，搁个仁德，毋是啦，仁德就是伫咱的即个都会公园遮啦，飞机场啦，啊，咱的迄个大塘的虎山农场啊，遮拢叫做仁德啊。啊，就咱隔壁厝尔咧吼，啊，咱东区嘛，因为安尼啊，有真侪人安尼，人讲迄个足迹吼，啊，开始咱的环保局拢开始来咧喷油啊吼，啊，这实在是啊可大可小啦，啊，请大家注意啊，咱当迄个新冠疫情打过呢，即马换个要来闪即个啊，即个登革热吼，啊，咱毋茫，咱大家应该拢有经验，只是讲咱大家细致吼，做伙维护即个环境的卫生，互伊安尼。平安来度过这个热天吼，我知影讲有的人若要喷药啊吼，哇，母骨啊日爱清理内底啦，整理内底吼，啊，这拢都爱啊保守家己吼，啊，祝咱大家拢平安健康吼。好，啊，咱即下要来办一个啊，就是遗失姐妹有伫遮无？遗失，好来，请来头前，啊，咱请咱的会旗执事哈，教育团队啊来头前吼。啊，若会当口罩看会使绑咧，咱就翕相来做一个代表吼。啊，咱的遗失姐妹就是甲伊的先生吼杨医师，啊，因若是安尼做中级。啊，执事长伊嘛做小组长吼，啊，足用心参加即个课程。啊，咱剩的拢是第2场，啊，咱才来颁发吼。好，啊，用安尼做报告，咱个时间交互师会。请咱做起上演391首，仪式完咱请陈牧师来接导。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对这时到永世代，甲恁三个弟弟，阿门。请坐。就
礼拜结束，请大家起立互相请安。